我们就进到今天的分享我们去到以弗所书3章1到13节。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求祈祷，谅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的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第7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今天的经文我给一个题目基督的奥义。你一看这个东西，你可能就猜到我的年龄了。很受那個日本的動畫影響的。好，今日咧咪牧師所分享嘅係基督嘅奧義。一睇圖畫就知道受日本動畫嘅影響啦。今天題目這經文我們看到一個很多的字，就是奧秘，對不對？今日我睇到好多字就係奧秘、奧秘。我把它轉成是奧義。咪牧師將佢變成係奧義。我真的從經文裏面看到是一個奧義來的。喺經文裏面係睇到奧義嚟嘅。因為奧義它的解釋就是絕交嘛，絕交。絕交。奧義就係絕交。對不對？最大的那個終極的絕交，對不對？最大嘅終極絕交。所以我也覺得我們的神呢，也是借着耶穌基督把最大的那一招使出來。就係藉着主耶穌我哋喺主耶穌裏邊先能夠使出呢個最大嘅絕招，使到世界真的因為這個大絕招能夠改變。希望呢個世界藉着呢個大絕招而改變。而這個絕招反過來也是反映到當時候的以弗所的教會的問題。睇到呢個絕招就睇到以弗所教會當時嘅反應。就是我們知道他們不合一，是不是？就是睇到以弗所嘅教會係唔同心合意嘅。他們不合一的原因就是沒有出這一招出來。因為佢哋唔同心合意咧，就因為冇使呢招出嚟。他們沒有講清楚基督的奧義是什麼。佢哋唔清楚基督嘅奧義係乜嘢。相反，他們教導一些跟基督的奧義相反的教導。反而佢將相反基督嘅奧義咧使咗出嚟，以致以弗所教會他們講的是論資排輩、倚老賣老的一個教會。以弗所教會咧，佢用咗倚老賣老呢啲咁嘅招數咧使出嚟，以致以弗所的教會產生一個階級嫉妒的教會。以弗所書使出咩嚟？嫉妒基督嘅奧義，產生咗一個階級制度嘅教會。產生個階級制度嘅教會。我們都知道階級階級制度是什麼意思啦？階級制度。我聽到嘅妒忌呢個係基督嘅階級嘅基督教會係乜嘢？
他強調的是一個金字塔的一個教會觀，佢強調係金字塔式嘅，就是一神之下萬人之上的。一神之上萬人之下。所以他們強調的就是你來到教會多久，你的資歷是多少。就強調你嚟教會幾耐，你嘅資歷有幾大。你資歷高，你就往上爬，你就在那個金字塔的頂端。你嚟得耐，你就可以慢慢往上爬，你就喺頂端嘅上邊，你就可以控制了下面所有的人，你就可以控制下邊所有人啦。這個就是他們的問題。呢個就係你問題。這個就是違反基督奧義的一個教導。呢個係違反基督教奧義嘅一個招數。他們就回到猶太人那邊，佢哋就回到猶太人嗰邊。記不記得幾堂之前我們的周昌弟兄他分享猶太人的等值制度？記唔記得上次周昌弟兄為我哋講解猶太人嗰個等級嘅制度？最頂端的就是利未人，是不是？最頂端係利未人，最下一層就是你跟我了。最下嗰層你同我咯。我們甚至在猶太人的角度，連太監、連妓女都不如。我哋直情係以太監、以妓女都不如啊！所以你看到猶太人的那個制度所產生的，他們的那個會堂或者是那管理，是一個金字塔的。你睇到猶太人佢個制度係點樣管理，點樣去同人哋去相處嘅。所以他們這些猶太人信主之後，還是用這樣的觀念來放在管理教會。佢哋信咗主之後，仍然用呢個制度去管理教會，所以問題就出來咯。所以問題出嚟啦。他們就是整個教會5%的人去控制整個教會95%的人。佢哋咧就以教會5%嘅人去控制教會95%嘅人。就好像我們全球有一些話說，全球富的人只有5%，對不對？好似我哋講全球富有嘅人得5%。但是他們操控了全球95%的財富，所以佢哋操控咗世界95%嘅財富。以弗所教會也是這樣，以弗所書都係咁樣，5% 的人控制了95%的5%人控制95%人。所以保羅就要使出大絕招出來，所以保羅要使出大絕招，就是基督的奧義來打他們，就要使出基督嘅奧義嚟打佢哋。你們的觀念是錯的。話俾你聽，你個觀念係錯嘅。所以今天呢，我們就從經文看一下基督的奧義到底是什麼。我哋從經文裏邊睇睇基督嘅奧義係乜嘢。還有第二點就是為什麼要有基督的奧義出來？第二個係點解要有基督嘅奧義出嚟？第三就是到底如何使用這個奧義？第三就係如何使用呢個奧義。所以我們首先看一下奧義的內容。我哋先係睇下奧義嘅內容。很清楚，在以弗所書的3章第6節很清楚說，這個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着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睇以弗所第3章第6節度講，呢個奧秘就係外邦人喺基督耶穌裏邊藉着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這個就是奧秘的內容。呢個就係奧義嘅內容。它簡單來說的意思就是說，呢個意思差唔多係講，就是教會所有外邦人的信徒，所以就係教會所有嘅外邦人嘅信徒，他們因為信耶穌，因為信福音，因為信耶穌，因為信福音，就成為了神的長子，就成為神嘅長子，與那些神之前所揀選的子民同為產業的繼承人。與以前神所揀選嘅繼承人呢，同一齊繼承產業。跟他們一同來在基督的身體裏面，一同喺基督身體裏邊，跟他們一同享受這個應許，一同享受呢個應許。我相信這個神揀選的子民，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誰。我深信你哋都知道神揀選嘅子民係邊個？就是我們最近很激烈，這幾天這一周很激烈的以色列。就係呢周啦，特別喺以色列嘅地方。所以保羅說，福音的奧秘，基督的奧秘，就是外邦人信徒都可以跟以色列民一樣。所以基督嘅奧秘就係外邦人同被揀選嘅以色列人係同一樣嘅。
他的意思在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喺背後意思係乜嘢咧？原來在舊約裡面，原來喺舊約裏邊，外邦人是不可以成為長子的。外邦人係唔能夠成為長子嘅，外邦人是可以得救，外邦人係唔可以得救嘅，是可以得救。可以得救嘅。為什麼？因為神跟亞伯拉罕說，我要借着你成為多國的父，多國的福氣。神係向亞伯拉罕講，我要你成為多國嘅福氣，而這個福氣其實就是救恩。呢個福氣就係救恩。所以其實在舊約裡面，所以喺舊約裏邊，外邦人能夠得救是神的計劃裡面來的。外邦人能夠得救係神嘅計劃裏邊。所以外邦人得不得救不是一個奧秘來的。外邦人得唔得救唔係一個奧秘嚟㗎，是常態的。神在舊約已經說外邦人也會得救，一早打開咗㗎啦，外邦人都可以得救。但是有一個是奧秘，但係有一個奧秘，那個奧秘就是在舊約裡面，外邦人不能成為長子。呢個奧秘就係喺舊約裏邊講，外邦人係唔能夠成為長子。因為你看以弗所書的2章12節之前所說過了，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面是局外人來的。點解咁講呢？這以弗所書第2章12節咁講，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嘅諸約上是局外人。那時就是舊約的時代，嗰時係諸約嘅時代。舊約嘅時代，舊約嘅時代。OK， 所以你看到得救是得救啊，但是長不長子是沒你們的份的外邦人，在舊約的時代。你係得救啊，得唔得救得救嘅，但係你同長子冇關聯。你看啊，出埃及記4章22節已經說得很清楚，你要對法老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是我的長子來的。嚟睇睇出埃及記第4章22節嗰度講，你要對法老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所以在舊約裡面，你睇下舊約，以色列民才是神的長子。你睇下舊約裏邊咧，講明咧以色列人咧係神嘅長子，外邦人不是神的長子來的。外邦人唔係神嘅長子，外邦人是神的兒子，但是並不是長子，有分別啦。外邦人係神嘅兒子，唔係長子，有分別嘅。你問我為什麼會神特別揀選以色列做長子呢？你要問點解神要揀以色列做長子啊？我有一個想法，阿咪牧師有一個想法，就是在那一刻，只有猶太人，只有以色列民對神有信心，一點點信心而已啊。就係嗰個時候，以色列人、猶太人對神有一點點嘅信心，其他都沒有。其他人未有對神有信心，儘管一點點都沒有，儘管係一啲啲都冇。因為聖經當他記錄那些人名的時候，是因為他們對神有一點點對神的信心，神就使用他們，神就把他們的名字放在聖經裡面。所以嗰陣時候，因為佢哋對神有一點點嘅信心，所以神就將佢擺喺長子度。所以我在這裡並不是說神討厭憎恨外邦人，呢個唔係講神去討厭憎恨外邦人，不是，神相反，神是看誰有信心，對他有信心，他就使用他。相反就係神睇下邊個對佢有信心，所以神就使用佢啦。所以出埃及記的時候，因為以色列民對很少而已啊，不是很多，對神有一點點的信心，神就說我要把你成為我的長子。所以喺出埃及記度就係講明以色列人係對神有啲啲嘅信心，神就將佢成為兒子，成為長子。而這個長子是不包含在外邦人的。呢個長子嘅時候未包含外邦人，但是到了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死裡復活之後，但係到咗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死裡復活之後，這個局面就改變了。呢個局面就改變啦。為什麼？點解？是因為猶太人對主耶穌基督沒有信心。但點解？因為猶太人開始對神冇信心，甚至把耶穌釘在十字架，對不對？甚至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但是在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在十字架底下，
但係當主耶穌被釘喺十字架嘅時候，喺下邊福音書說，有一個羅馬的百夫長相信他是神的兒子。當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面嘅時候，喺下邊有個百夫長，就係相信耶穌啊。就是因為他相信，也是很少的信心，神就使用外邦人啊。所以因為有百夫長去相信耶穌，所以呢一個有用嘅信心，所以神就讓外邦人成為長子啦。主就要把外邦人也要讓他成為神的長子。所以神就要外邦人都成為神嘅長子，就是因為這也是那麼一點點的信心，就因為呢點點嘅信心，神就使用了。所以神就使用啦。神就把以前不是長子的人，現在成為長子。所以神將以前唔係長子嘅人，而家成為長子。而長子啊，有很多福氣啊。長子有好多福氣嘅噃。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們要相信，你們是長子，也是有很多的福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你哋都係長子，你會承受好多福氣。有三個福氣，有三個福氣。第一個就是同為後嗣。第一個係同為後嗣。同為後嗣是什麼意思？同為後嗣係咩意思？就是你是長子，因為你係長子。而長子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分家產。哦，長子嘅意思係你係分家產，你可以拿到那個產業，你可以攞到產業，還有是最大份的，仲要係最大份嘅，而不是最那麼一點點的。唔係啲啲。二弟三妹啊，只是少一點點，可能二三個嗰啲都係攞少啲，都是有產業，但是相比長子沒那麼多，都係有嘅，不過可能你冇咁多，只有長子才是最多。所以長子係越多啲。就好像雅各的雅各哥哥就約啊，雅各哥哥對不對？係雅各哥哥以掃，以掃啊，他就是因為肚子的問題啊，就把長子賣給了雅各，是不是？就因為佢個肚子問題，所以將長子嘅名分賣咗去。後來他知道，有不對勁了。後來佢知道啦，唔對勁啦，所以他就跟爸爸說：爸爸，我才是你的長子啊，你能不能給福氣給我，祝福給我？所以佢對爸爸說：我係長子，你俾翻祝福我啦。就他爸爸以撒就說：對不起啊，我已經把那個長子的福氣給了雅各啦。所以佢爸爸話：唔好意思啊，我將個長子嘅名分俾咗雅各啦。因為雅各才是那個長子啊。因為雅各先係嗰個長子啊。因為你已經把你長子的名分給了，因為你將長子嘅名分俾咗雅各，給了你弟弟啦，俾咗你細佬。現在沒有太多的祝福給你，而家冇乜祝福俾你啦，還是有，我勉強就指一點點給你，有嘅，一啲啲，但是比較相對於雅各，你的福氣就少很多了。相對雅各，你嘅福氣就少咗，甚至你將來還要服侍，原來是你的弟弟，現在成為你的哥哥的雅各，甚至係將來你仲要服侍你嘅弟弟雅各。所以現在神告訴我們，我們現在不是二弟三妹了，我們每一個信主的外邦人都是長子。所以上帝而家話俾我哋聽，我哋而家唔係阿二、阿三、阿四、阿五啊，我哋係長子。還有我們是承受最多的祝福啊，弟兄姐妹。我哋仲要承受最多嘅祝福啊！所有的產業都要給我們，所有產業都要俾我哋。是有地的產業，有地嘅產業。有子孫的產業，有子孫嘅產業，還有很多其他的福氣，仲有好多其他嘅福氣，甚至多到一個地步是要可以用來祝福別人的，多到可以祝福別人嘅。就算人家借你的錢，你也不計較。就算人哋借你錢都唔好計較，因為你從上帝那邊有很多的福氣，因為你有好多從上帝而來嘅福氣，源源不絕的福氣要來祝福自己，也要祝福別人。啲祝福唔係但係祝福自己，仲要祝福別人嘅。主要是因為你已經是長子啦，主要就係你已經成為長子啦。而第二個福氣是什麼？第二個福氣係乜嘢呢？就是同在基督的身體裡面，同在基督嘅身體裏邊。什麼意思？咩意思呢？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你是長者，你有一個特權可以去到爸爸的面前。因為好簡單嘅，其實因為你有長子嘅特權，你可以自然咁去到神嘅面前。在原文裡面呢，在經文裡面，你可以去到父神面前。他有一個原文，和合本沒翻出來。他的有一個原文就是你有這個
特權，可以去到父神的面前。喺經文裏邊，原文裏邊就係話你有一個特權去到父神嘅面前。你之所以能夠去到父神的面前，是因為你在基督裏面。點解你可以去到父神面前？因為你已經喺基督裏邊。因為你在基督的身體裏面。因為你喺基督嘅身體裏邊。就好像耶穌在約翰福音說，將來我在門徒裏面，門徒在我裏面。約翰福音講你喺我裏邊，我喺你裏邊。什麼意思？咩意思？意思就是我們每一個信主的人，主他自己的靈，兒子的靈就會在我們裏面產生。因為我哋係藉着主嘅靈喺我哋身體裏邊產生。我在這裏要強調，這個靈並不是聖靈，這個靈唔係聖靈，而是基督本身的靈，而係基督本身嘅靈。他這個靈是兒子的靈，呢個靈係兒子嘅靈，是長子的靈，同時係長子嘅靈。所以因為我們信耶穌，我們就有這個兒子的靈。所以我哋信耶穌，我哋就有兒子嘅靈。我在這裏不是否定聖靈，我哋唔係否定聖靈，我只是要側重在兒子的靈，給我們知道。我哋要話俾你聽，我哋有兒子嘅靈。這個是耶穌給我們的一個靈來的，係主耶穌俾我哋嘅靈嚟嘅。也是因為這個靈，我們才能夠好像耶穌基督一樣上去見我們的父神。因為我哋有主耶穌嘅靈，所以能夠上去見到我哋嘅父神。因為父神要看見的是他的兒子，因為我哋嘅父神要見到佢嘅兒子。他誰都不想見，只想見到他的兒女，也是當然也有誰人都唔想見，佢只係想見到佢嘅兒子，見到佢兒女。因為他是我們的爸爸，因為佢係我父上帝。而因為我們有基督的靈，這個兒子的靈，也就是好像一個 ID 卡一樣，我們是屬耶穌的。因為我哋有耶穌嘅靈，我哋好似 ID 卡咁樣，我哋屬於主耶穌嘅，所以我們才能夠進到耶穌的身體。所以我哋先能夠進入去耶穌基督度。而因為耶穌基督他的身體，使我們可以去到他的天上，他的頭上面那邊。所以我哋因為我哋喺主耶穌裏邊，所以我哋先能夠上到父神嗰度。所以因為我們是長子，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兒子的特權。所以我哋係屬於主耶穌嘅，所以我哋先有兒子嘅特權，才可以去到天上的聖殿去見我們的父神。所以我哋先能夠上到天上嘅聖殿見我哋嘅父神。其他人是見不到父神，沒有這個特權。其他人係冇可能見到，因為冇乜特權。只有長子才可以面對面見到我們的父神。因為我哋係長子，所以我哋先有嗰個特權。所以下面一個的福氣，第三個福氣，就是我們都可以共享同一個的應許。我哋都可以共享一個應許，而這個應許指的就是聖靈。呢個應許直指就係聖靈。嗱，這一次真的是講到聖靈啦。嗱，而家講聖靈啦。這個聖靈，這個應許在第一章已經有說，這個應許就是聖靈。第一章已經講咗，呢個應許就係聖靈。那這個聖靈給我們在以弗所書裏面，給我們看到他的責任是什麼？你睇以弗所書俾我睇到聖靈嘅責任係乜嘢？聖靈在以弗所書的責任就是一個印記。聖靈喺以弗所書係一個印記。印記，就是因為有這個印記，所以上面的福氣都一定有。所以有呢個印記，上面嘅福氣先至有。如果沒有聖靈，沒有這個印記，我們會很慘，我們會擔憂。如果冇呢個聖靈嘅應許，冇呢個印記咧，我哋亦都唔會有上邊嘅嘢，我亦都會有擔憂噶啦。因為那個擔憂就好像舊約的大衛一樣，呢個擔憂好似舊約大衛一樣。他在詩篇，當他犯罪之後，就是那個拔示巴的問題啊，最大的緋聞醜聞發生之後。嗱，喺舊約大衛咧同唔記得咗添，拔示巴所犯嘅奸淫咧，佢係產生嘅擔憂，他馬上就後悔了，佢馬上就後悔啦。他去到聖殿裏面，佢去到聖殿裏邊，他求神來求神，就他在詩篇裏面說，求你的聖靈不要離開我。佢喺聖殿裏邊求聖靈，你唔好離開我。他擔憂聖靈離開他之後，神給他的祝福就沒了。佢擔憂聖靈離開咗之後咧，神俾佢祝福冇啦。但是我相信聖靈不會走，但係我哋相信聖靈係唔會走嘅。但是大衛會有擔憂，但係大衛會有擔憂。但是到了主耶穌基督之後，
但係到咗主耶穌嗰度，这个担忧不会再一个事实来了，呢個擔憂唔會一個事實嚟㗎啦，因为主已经确实钉在十字架上，因為主耶穌已經確實定喺十字架啦，他确实已经死里复活，佢確實係死裏復活，他确实已经升到天上。佢確實係已經升到天上，同时间，他也差派圣灵保惠師同時去差派聖靈保惠師嚟到地上做地上与人同在，與人同在，所以圣灵是不會再走的。所以聖靈係唔會走嘅，不，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成了定局，因為主耶穌基督已經喺十字架上已經成為定局啦，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是一个定局。所以聖靈住喺我嘅心裏邊亦都係一個定局，所以我們不用再擔憂，好像大衛擔憂聖靈你會離開。所以我哋唔使擔憂，唔好學阿大衛咁樣擔憂聖靈離開，就是因為有聖靈，有這個應許，有這個印記，因為有聖靈有呢個印記，我哋所以唔使擔憂。所以上面的福氣在基督的身體裡面成為繼承人都不會失去。所以我哋喺主耶穌基督裏邊成為繼承人，所以呢個祝福係唔會失去嘅。這個就是基督的奧義的內容。呢個就係基督嘅奧義嘅內容。他要破的就是破猶太人那種的金字塔的觀念。佢而家要破就要破猶太人嘅金字塔嘅觀念。你以前以為只有猶太人祭司才是整個會堂的全部啊？你唔好以為祭司猶太人先係呢個聖堂嘅全部。那些的外邦人要聽命於你啊？你以為外邦人要聽命於你咩？你以為只有你才是長子啊？你以為你係長子咩？但是現在在基督耶穌裡面，這個要被破了。因為呢個喺主耶穌基督裏邊要破噶啦。因為在基督裡，外邦人也升級了，升級成為長子。因為外邦人喺長子喺基督裏邊已經成為長子啦，所以他也是長子，你們也是長子，所以大家都平等的。所以你係長子，佢係長子，大家平等。所以你不要再用長子這套來攻擊，來說對外邦人說三道四。你唔好再用長子呢個名分咧去壓制別人啦。所以在教會裡面，所以喺教會裏邊，我們不應該有論資排輩、倚老賣老。我哋喺教會裏邊唔好論資排輩，唔好倚老賣老。我們不能再建立這個金字塔的教會。我哋唔能夠再建立呢個金字塔嘅教會。大家無論是剛信主的，都是長子。我哋就算係剛信主嘅，啱信主嘅，都係長子。你在教會裡面20年、30年，不代表你就比那些年幼的更高。你唔好以為你嚟咗教會20年、30年，你比年幼嘅資歷好高。在基督裡面，他的眼光裡面，大家都是長子。喺基督裏邊，大家都成為長子，都是一樣的，都是一樣嘅。所以不能再弟兄姐妹，我們的新恩教會不能再建一個金字塔的教會了。弟兄姊妹，我哋新恩教會唔能夠再建立一個金字塔嘅教會。我們不能用倚老賣老，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進來，無論是信主的還是不信主的，或者是剛信主的，我們不能再用倚老賣老、論資排輩來對待他們。我哋唔好以為咧啱嚟嘅、啱初信主嘅，我哋用金字塔嘅制度咧，我哋唔可以用呢個啦。因為主已經用他的十字架來打破了。因為主耶穌已經用佢嘅十字架打破咗。所以是當我們想要控制某些人，當我哋想要控制咩人，特別是那些年輕的屬靈年輕的，特別啲年輕嘅基督徒，我們就要馬上回想耶穌基督給他的奧義的內容是什麼。我哋要馬上諗下神俾我哋個奧義係乜嘢？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長子，所以我哋每個人都係長子，大家都公平平等的，大家都係公平平等嘅，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大家都係平起平坐嘅。所以我們更加因為平起平坐，所以我們更加要學保羅。所以我哋平起平坐，我哋更加要學習保羅。但是還沒學保羅之前，我們要想想這個奧義的目的是什麼。當我哋未正式去學習呢個保羅嘅時候，我哋睇睇奧義嘅目的係乜嘢？為什麼耶穌基督要把外邦人因為他的福音也成為長子？點解主耶穌基督要俾外邦人都成為長子呢？讓教會成為長子。點解喺教會成為長子呢？他的目的經文就給我們看到3章10節，為的是要借着教會，就是信主的人，無論是猶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
为的就是要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個目的喺以弗所第3章10節嗰度話，為要藉着教會使天上執政嘅、掌權嘅，現在得知嘅神百般嘅智慧。他意思就是說，就是要讓天界、天上所有的天使都知道神的智慧，就係要天上嘅掌權嘅天使嘅都知道神嘅智慧。這裡很特別哈，這個是天上這個天啊，呢個好特別嘅嚇，一個天上嘅天啊，他和合本沒有翻出來啊，沒有將原文翻出嚟，它的原文是複數來的。呢個原文係複數嚟嘅，所以他這個意思說是有許多的天，有許多嘅天，不是和合本只有一個天，唔係和合本一個天，它裡面說是有很多的天，呢度講好多個天，我也常常說是很多的天界，有好多個天界，所以我們的主啊是去到天上的天，我哋嘅主係去到天上嘅天，不是因為中文好聽才說天上的天，唔係中文好聽，天上嘅天，而是因為原文真的是它在天以上、眾天以上的那個天。個原文係天上係眾天上嘅天，所以在這裡給我們看到，原來有一些東西分布在不同的天界裡面。原來有一啲嘢咧係分布喺唔同嘅天上邊，或者是天上其實有很多的不同的空間在當中。喺天上有好多空間喺上邊，而這些天界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生物存在物，存在物。喺天上好多空間，喺存在好多唔同嘅生物。而這裡給我們看到，裡面有執政的，有掌權。我哋睇到裏邊有執政嘅，有掌權嘅。總體的來說，就是天使。總結嚟講，就係天使。是有聖的天使，還有黑暗天使。有好嘅天使，有黑暗嘅天使。包括聖的天使、好的天使，他們也有執政掌權的能力啦。呢聖天使有好嘅天使，佢哋有掌權嘅能力嘅。但是我今天就不多說，不展開天使有掌權那個部分，將來我今日咧唔講住，下次同你講。但是這裡我想要強調的，其實教會是使執政掌權的天上的能夠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喺天上嘅天使咧，佢知道神有百般嘅智慧，要他們知道神道成肉身、死裡復活，甚至讓教會成為長子這個智慧。你俾佢知道道成肉身、死裡復活、升天呢個百般嘅智慧。最終其實對於聖天使來說，對聖天使嚟講，讓他們知道之後，他們就可以甘心樂意的來侍奉教會。所以俾佢知道要甘心樂意咁嚟侍奉教會。因為在希伯來書1章14節裡面，喺希伯來書1章14節度講，他說豈不知道天使要來服侍那些承受救恩的人嗎？豈不知道呢啲天使係嚟去服侍誠實嘅人咩？承受救恩嘅人，承受救恩嘅人。所以你看到神給我們看到，原來聖的天使、好的天使，將來現在都要服侍教會的。所以好嘅天使係將來都係要服侍教會嘅。甚至去到希伯來書的第4章，甚至嚟到希伯來書第4章，教會的長子耶穌基督，教會嘅長子耶穌基督，他裡面說他升到天上，佢升到天上。和合本也沒有翻得很好，和合本唔係分得好好，因為那個天上，他也感覺好像是一個天，呢個感覺都好似一個天，但是原文是複數來的，原文係一個複數嚟嘅。所以它裡面說耶穌上到很多的天上，耶穌上到好多個天上，甚至之後那個升到那個原文也那個和合本也不是翻得很好，和合本咧都係一個天。因為那個升到的意思，英文就是 go through。英文係一路上咁解。是啦，他翻得非常，就是一步一步通過眾多的天上，係通過眾多嘅天上，才可以去到天上的天，先能夠去到天上嘅天。所以他通過這些天，也要收給那些天上裡面的天使。都係要話俾天喺唔同嘅天嘅唔同嘅天使。我現在是長子耶穌基督。我而家話俾你聽，主耶穌係長子。你要給我通過，
你又俾我通過，使到我可以去到天上的天。使到主耶穌基督可以去到天上嘅天。天使會問憑什麼？天使會問憑乜嘢咧？就是憑我順服以至於死。憑主耶穌基督順服於神以至於死。我就是憑這個，我就可以上到父神那邊。主耶穌就係憑呢個能夠上到天上嘅天。你能不能夠好像我一樣順服以至於死啊？你能唔能夠好似我順服以至於死啊？不可以，唔可以咯。所以天使都要把那條隧道讓給耶穌上去。所以天使都要讓呢條直通嘅道俾耶穌基督。所以現在教會也是。所以教會而家都係，我們都是長子，我哋都係長子，所以我們要去到父神面前，也要好像我們主耶穌基督一樣。我哋都要上天上，我哋好似主耶穌一樣，所以一層一層一層要過關，所以一層一層咁去過關。憑的是什麼？憑嘅係乜嘢？就是因為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因為我哋相信耶穌基督，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最大的長兄，因為我哋相信我哋最大嘅長兄，所以我們也可以去到父神，所以我哋都可以去到父神嗰度，以致那些天使也要給我們通過，所以天使都要俾我哋通過，甚至要來服侍我們，甚至要你哋服侍我哋，因為將來我們要完成一個使命，因為我哋要完成一個使命。之後還有黑暗天使，之後咧有個黑暗天使，這黑暗天使我們相信就是魔鬼撒旦。就係魔鬼撒旦咯，也還有一些跟隨他的墮落天使，仲有一啲係跟隨呢一啲魔撒旦嘅一啲墮落天使，他們肯定不是要來服侍我們，佢一定唔係嚟服侍你啦，他是要來做破壞嘅工作。佢哋破壞工作嗎？他們破壞什麼？破壞乜嘢咧？破壞就是神的應許不能實現出來，就係要破壞神嘅應許唔能夠實踐出嚟。神的應許是什麼？神嘅應許係乜嘢咧？就是在創世紀的第3章，就係喺創世嘅第3章，亞當夏娃犯罪之後，亞當夏娃犯罪之後，神就做一個審判，神咧就做一個審判，跟夏娃說，同夏娃講，你的子孫將來就會打魔鬼撒旦的頭。你嘅子孫將嚟要打魔鬼撒旦嘅頭，魔鬼撒旦當然打你的腳啦，對不對？所以魔鬼撒旦咪咬你隻腳咯。當然我們相信這個肯定是講到耶穌基督，但係呢個係講到耶穌基督，但是也是同時間講到跟隨耶穌基督的眾弟兄姐妹，亦都講到跟隨耶穌嘅眾弟兄姊妹。所以跟隨主的人將來也是要打魔鬼的頭，所以跟隨主耶穌基督嘅弟兄姊妹將來都要打魔鬼撒旦嘅頭。所以你想想，魔鬼一聽到的時候，你睇下魔鬼撒旦聽到咁樣嘅時候，他會不會那麼輕易讓我們讓信主的人打他的頭啊？你會唔會俾你咁輕易打佢個頭啊？當然不會，梗係唔會啦。所以到了後面的第6章，所以到第6章，他出了一招，我們記得就是挪亞方舟，就係出挪亞方舟咯。挪亞方舟不是挪亞方舟，創世記的第6章第4節說到，神的兒子是講到天使，是講到墮落的天使去到地上與女人交合。呢度咧就係創世記第6章4節嗰度咧就講到神嘅兒子去同地上嘅女人呢個結合，以致後來之後就生產了許多不是神的兒子，是魔鬼之子。所以以致喺後邊產生好多嘅魔鬼之子。儘管他們被稱為是英勇的人，儘管佢哋被稱為英勇嘅人，但是神只是說了一句話，但係神講咗一句說話，地盡都是惡的，地盡都係惡嘅，就是因為這些墮落天使跟女人交合所產生的邪惡之子，所以地獄天使同女人交合咗之後，成為地獄魔鬼之子，以致遍地所有東西都是惡的，所以遍地嘅東西變成惡啦。之後所產生的後裔就一直產生的就是魔鬼之子，所以以致喺後面一路產生嘅都係魔鬼之子，不是上帝之子，唔係上帝之子。居然沒有上帝之子，儘管冇上帝之子，只有魔鬼之子。只有魔鬼之子。神在創世記第3章所應許的應許就不會再實現了。所以喺創世記第3章神所應許嘅咧就慢慢唔實現啦。因為魔鬼之子不會打爸爸，不會打魔鬼的嘛。所以魔鬼之子唔會打魔鬼爸爸噶嘛，唔會噶嘛。這個就是魔鬼的詭計。所以呢個就係魔鬼嘅詭計。
不只是挪亚方舟，唔止係挪亞方舟，到了列王記的時候，到了列王記之後，也是發生同樣的事情。亦都係發生同樣嘅事。最壞的君王，最壞嘅君王他也準備要把他的兒子要殺掉，準備將佢兒子殺掉，也是同一樣的目的。亦都係同一個目的。因為沒有兒子，就不會去打倒魔鬼撒旦。冇兒子就唔使打鬼打到撒旦啦。所以讓我們看清楚魔鬼的那種的謊言。所以我哋要睇下魔鬼嘅謊言，他自己的計劃是什麼？佢嘅計劃係乜嘢？所以他肯定是要攔阻教會的弟兄姐妹去傳基督的奧義。佢一定係會攔咗教會弟兄姊妹去傳講教會嘅神嘅教義。所以那當時候以弗所的教會，他們不傳講基督的奧義，所以佢哋以弗所教會，佢哋嗰陣時係唔傳基督教義嘅。他們傳的是過去猶太教的那種的金字塔。佢哋係傳過去以色列人嗰個金字塔。他們要製造只有一神之下，萬人之上。佢哋要睇一神之上，萬神之下，所有的權力、所有的能力都集中在那幾個人手上。所有權利、所有權柄全部係掌控喺幾個人身上。這剛剛好跟基督的奧義是相反的。剛剛好就係同基督嘅教義係相反嘅。基督的奧義是說廣傳福音。就係基督嘅奧秘咧，就係廣傳福音，使每個外邦人不信主的人都能夠成為長子。所每個傳福音之後，使每個人都能夠成為神嘅長子，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因為將來就是要跟黑暗天使打仗了。因為將來就要跟黑暗天使打仗。但是你反過來，今天反過來，你把權力放在幾個人手上？而家調轉嚟係將權力放喺幾個人身上。你那幾個人怎麼可以抵擋魔鬼的誘惑？呢幾個人點樣去攻擊啊？點樣去抵擋魔鬼引誘呢？所以保羅才說，基督的奧義的目的就是要廣傳福音，使到更多人知道他們因着耶穌基督能夠成為長子。所以基督嘅奧義就係希望我哋一齊去廣傳福音，使到多啲人去信耶穌。你以為猶太人不信耶穌，甚至把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之後，神的計劃，神就不能對抗魔鬼撒旦。你以為猶太人你將耶穌釘喺十字架，咁耶穌死咗啦，咁就唔使再會出現呢一個救恩啦。你以為魔鬼撒旦用這個詭計使到以色列人不信主，不接受耶穌基督，魔鬼的詭計就成功了？你以為以色列人唔信耶穌，你哋計劃就會成功啦？但是這裡我們父神還有一招絕招，你看到嗎？你睇睇呢個時間，主耶穌仲有一個絕招嘅。就這個大招就是基督的奧義。呢個就係主耶穌嘅奧義啦。他就是要用外邦人，而家佢就係用外邦人成為別人的祝福，成為別人嘅祝福，去傳福音來救更多的靈魂，去傳福音成為救得更加多嘅靈魂。所以今天你看到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嗎？你今日你睇到我哋目標係乜嘢嗎？如果我們繼續在200間的教會裡面去搶羊的話，如果我哋繼續喺呢幾百間嘅教會裏邊繼續傳揚嘅話，去搶羊，搶羊，哇，真是去搶羊，搶一些基督徒的話，搶。其實我們就回到猶太教、猶太的弟兄姐妹那種金字塔的那種的教會觀。所以我哋繼續以為去搶羊嘅時候，我哋咪繼續翻轉頭去翻金字塔嘅制度咯。但是新恩教會不要再走這一套，新恩教會唔走呢套噶啦。我們教會要回到基督的奧義。新恩教會要回到神嘅教義裏邊。要做傳福音工作，要做傳福音嘅工作，要做宣教嘅工作，要做宣教嘅工作，告訴更多還沒有信主的人，神已經把他們因着耶穌基督，要把他們提升到成為長子。就話俾佢聽，主耶穌要將佢哋成為長子。過去是沒有的，過去冇嘅，但是現在有，而家有啦。因為耶穌基督，因為耶穌基督，所以我們是要做傳福音。因為所以我哋要做傳福音嘅工作。之後了，我們最後很簡單，使用這個奧義的一個方法。最好簡單啊，點樣使用呢？很簡單，點簡單？就是在以弗所書3章一節經文而已啊。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穌被囚的，
替你們祈禱。嗱，就係好簡單咋。喺以弗所書嗰度第3章1節，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替你們禱告。第一步就是我們要成為耶穌基督的囚犯，我是用囚犯，但是也用俘虜也可以。米牧師用一個囚犯或者用俘虜亦都可以嘅。因為那個被囚，它的原文就是一個名詞，就是囚犯。一個被囚就係一個囚犯。他就是說，其實保羅包括我們就要成為耶穌基督的囚犯，包括我哋都係要成為主耶穌基督嘅囚犯。什麼意思呢？咩意思呢？囚犯應該沒有人經歷過嗬。囚犯應該大家冇經歷過啦。我們也不需要經歷地上那種的我哋唔需要經歷地上嘅囚犯。囚犯你是沒有自由的。囚犯就好似冇自由咁樣。你不能做你想要做的東西，是不是？你唔能夠做你想嘢嘅。所以保羅也是在這裏說，我成為耶穌基督的囚犯，我再沒有自由了。保羅就話我成為主耶穌基督嘅囚犯，係自由就冇啦。我不能隨我自己的想法，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唔能夠隨我自己嘅諗法，想做乜就做乜。這個就是保羅要告訴我們要使用的方法。第一個就是我們不能再有自由，不能再隨自己的想法來做事情。所以保羅話俾我聽，我哋唔能夠想做乜就做乜，我哋要成為主耶穌嘅囚犯。相反，我們是要看我們的主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我哋要睇下主耶穌做乜，我哋咪做乜咯。這裏保羅說，他能夠做的就是禱告。佢能夠做嘅咩呢？就係禱告，就是要有禱告會，就有禱告會。所以之前我們的 Chris 提出要很多的禱告。我哋弟兄 Chris 提醒我哋要禱告。我們沒什麼好做，就是要禱告。我哋冇乜嘢好做嘅，要禱告先。禱告的內容是什麼？禱告內容係乜嘢呢？很簡單，就是說禱告使你們因為看聖經明白這個奧義。禱告係乜嘢呢？就係使我哋能夠看聖經去明白神嘅奧秘。我們其實禱告不用很多東西，禱告其實唔使咁多嘢嘅。禱告那些不信主的人能夠看聖經，以致能夠明白基督的奧義。禱告就係希望嗰啲未信主嘅人能夠睇聖經去明白神嘅奧秘。保羅說，我之前其實略略也已經寫過這個基督的奧義了。就係保羅話之前都略略咁寫過基督嘅奧義啦。因為以弗所書是在保羅13封書信的後面一點點所寫成的一個書信來的。呢個以弗所書都係保羅之前寫咗3封信嘅後邊嘅寫咗點點嘅嘢嚟嘅。所以之前的羅馬書加拉太書裏面說，其實已經有講過基督的奧義啦。喺羅馬書同埋加拉太書已經講咗少少嘅基督奧義噶啦。你只要看一下你就明白了啦。你睇一睇就明白噶啦。你不需要看那麼多聖經以外的東西，你唔使睇咁多聖經以外嘅嘢嘅。今天我們為什麼講不出來基督的奧義？點解我哋講唔出基督嘅奧義呢？就是我們講太多聖經以外的資料，就因為我哋講咗太多聖經以外嘅嘢啦。保羅說：你只要略微看一下，你就明白了。你只要睇一下聖經就明白噶啦。但是今天因為我們看到很多聖經以外的資料，越看就越不明白。所以而家我哋成日去睇好多聖經以外嘅嘢，所以越睇就越唔明。有一些書籍可以說出整個世界有5種的福音。有啲書甚至係講呢個世界有5種嘅福音。我們很煩惱，當我們讀神學的時候，5種福音。我哋讀神學嘅時候，咩5種福音呢？我當初進去還以為只有1種。我當初我哋都以為1種啫嘛，只有進到神學院給我說5種。去到神學院話俾我聽有5種，又要考試哦，又要考試哦。你不考試不過，你就不能及格，不能畢業，對不對？你考試唔過就唔能夠畢業噶咯喎。所以就勉強只能硬的要讀那5個福音咯。冇辦法啦，嗰時硬都要讀嗰5個福音。以為讀完5個福音就已經明白什麼是福音。以為讀嗰5個福音就明白咩福音。但是越來越讀越不明白，越讀越糊塗。越來越糊塗，讀到一個地步，好像每一個福音都對，好似睇下5個福音都啱嘅。但是後來才發現，
後來先發現，為什麼有5個福音？點解有5個福音？就是因為這個福音又加了一些聖經以外的資料，所以有啲福音係加咗聖經以外嘅嘢，加了一些使徒的一些的話語，又加咗啲使徒以外嘅話語，又加了一些當地的文化，又加啲當地嘅文化，所以就產生5種福音。所以產生咗5種福音咯。但是保羅說，但係保羅講，你只要稍微讀一下我幾個書卷啊，那幾封信你就明白基督的奧義了。你只要讀我幾本嘅書卷啊，你就明白福音噶啦。所以今天我們禱告的內容就是讓人能夠看清楚，只是單單看聖經。所以而家我哋俾人睇清楚，我哋單單睇聖經，就讓聖經神智的話語跟這些人說，等聖經同你說話，不要再用聖經以外的話，唔好再用聖經以外嘅話啦，不要再用那些哲學思想，唔好再用啲哲學思想，不要再用經驗，唔好用經驗，不要再用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傳統，唔好再用唔合神心意嘅傳統，而是單單用神的話語，單單用神嘅話語，神就會對自己的福音負責任，神就會對佢自己嘅福音負責任，不需要我們去加鹽加醋，我哋唔好加鹽加醋，神就會跟他們說話，神就會同我哋說話。當你願意用神的話語，當你願意用神嘅話語，你就明白基督的奧義就是那麼簡單，就是要成為長子。所以你睇聖經你就明白你點樣成為長子噶啦。所以我們弟兄姐妹一定要有禱告會，所以弟兄姊妹，我一定要禱告會，多多的禱告，多多嘅禱告。我們其實沒什麼好做，我哋冇咩好做嘅，對不對？就算我們出去，我哋出去做外展，做外展，也是很多時候不信主，也是很多人不信的，不接受的。你會見到有好多人都唔接受嘅。問題是什麼？點解呢？因為我們沒有禱告，因為我哋冇禱告，我們沒有讓人去看聖經來明白基督的奧義。我哋冇去讓人睇聖經明白神嘅話語。保羅就用很簡單的方法，就是禱告。保羅就用簡單嘅方法，就係禱告，讓我們新恩教會，讓新恩教會要重新的被更新，重新被更新。我相信我們有很多的傳統，我相信我哋好多傳統，這些傳統、這些觀念都不合乎神的心意的。呢啲傳統都係唔係合神心意嘅。所以從今天開始，從今日開始，讓我們來更新，讓我哋更新，我們一同來禱告。我哋一齊禱告。親愛恩主耶穌基督，我們感謝你，我們來到你的面前，謝謝你賜予給我們靈糧，一個生命的靈糧。主啊，你知道，因為我們渴望、渴求，想要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甚至是在5個福音當中，只有一個才是真的，因為其他福音都是自相矛盾的，沒有5個自相矛盾的都說自己是真的，只有一個才是真的。主，我們感謝你，我們願意飢渴慕義，所以你憐憫我們，使我們這些愚拙的人，但是我們願意忠心，願意渴求，你就打開天上的門，把你天上生命的糧賜給我們。主啊，就幫助我們來用信心來消化從你而來的靈糧，更新我們，使我們把可能我們過去都是金字塔的那種的教會，那些是論資排輩的倚老賣老的那種的教會觀，被你的話語來更新。主啊，我們願意知道過去我們殺制了許多的信徒，殺制了許多的人，使到他們不能在你裡面得釋放。原因是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替你說話，很多時候都在你的話語上面加鹽加醋。本來你的話語是清楚清晰直路的，但是就是我們說了幾句話，就把你的直路變成歪歪曲曲的道路。明明只是指天就可以進到你的迦南美地，就是因為我們自己加鹽加醋，以致我們要走40年的曠野。所以主啊，懇求你今天更新我們，拆毀我們
一些对你福音，特别你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的认识是不合乎你的，主啊，恳求你拆毁，以致我们整个教会观也是拆毁。但是同一时间，你要医治我们，把你新的更新的，其实是已经从创世纪的第1章已经有的神的指明的那种的观念，重新的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新我们，以致我们要建立一个合乎神你心意的教会，一个平等的教会，一个合一的教会。主啊，使我们看到每一个，无论是他信了多久，是新的还是旧的，大家看到彼此都是长子，都是感谢主，都一同来蒙受同一个的产业，在你同一个身体里面，一同携手的去到天上我们阿爸父面前来敬拜你，来从你里面领受你的恩典，也一同领受同一个圣灵，我们不再惧怕。主帮助我们刚强壮胆，发挥教会的功能。你原先要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使万人更多的人信耶稣，使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你已经把过去的诅咒，那个阶级的嫉妒已经破除了，再没有分阶级，没有说以色列人最低的就是外邦人，连太监妓女都不如，乃是你把外邦人因为信你已经升级到也成为长子，去领受你最大的福气。主，你就帮助我们去做宣教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不再是在教会里面去找羊去抢羊，乃是往外使到更多迷失世上的灵魂能够回到你的羊圈，能够成为长子，领受最大的福气福分。我们谢谢你，把以上一切交托，把我们都交托，把你的新恩教会也交托，恳求你常常警醒我们，不要再走旧路老路，乃是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